课文50篇，以赛亚书61章。至高上主的神领导我，因为上主有用油抹我，找我去传好消息予散赤人，去医治心灵破碎的人，宣布受掠的得到透放，收监的出监牢，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甲咱的上帝伸冤的日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伫锡安悲哀的人，予以花冠代替喜妇，欢喜的油代替悲哀，称赞的衫代替忧伤的心，因受称作公义的树。上主财政来显明伊家己的荣光。我要用信实甲因报赏，要甲因立永远的约。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，因的子孙伫万邦嘛会出名。所有看见因的人，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。